我是马卡卡南投人，然后在高雄住了大概12年左右，主要是插画家的工作。高雄待了蛮久，然后很喜欢高雄，所以这几年就是希望透过滨县雄这个角色，传达一些高雄的漂亮的地方。热爱高雄的马卡卡特别喜欢哈马星，他创造出滨县雄这个来自哈马星球的角色，带大家一起在这个梦想与历史共存的土地上展开探险。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亲戚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像阿公阿嬷还有比较长一辈的爸爸、爷爷、爸爸跟伯父他们啊，他们都会聊到高雄的这个海港，因为像爸爸那边他们那一辈就是会从这边出海去金门、外岛之类的。那阿公阿嬷他们就是年轻的时候住在这里。那听到他们讲哈马星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像游乐园的名称，因为它有一个很猎奇的名称，就是像是一个外星球，所以我就一直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游乐园。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虚拟的星球，然后是用自己的观点创造一个类似游乐园，但是可以介绍高雄许多美好的事物的一个概念。滨县雄这个角色，它其实就是用哈马星的这个虚拟的世界去做一个基础，然后它是从哈马星这个全部都是水的星球，那其实也有点想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地球暖化很严重，就是可能海平面一上升，所有的陆地都会消失了。那哈马星其实这个滨县雄的角色是想要传递这件事情。那滨县雄他从哈马星，然后来到地球去寻找另外一个哈马星，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很希望去想象说，可能外太空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新的星球是适合人类居住的。我有点想要类似这样的概念去传达这件事情。这张特别的邮票就是马卡卡将哈马星景点透过插画的方式所呈现的作品。能看见代天宫柳嗲热闹的景象，在马卡卡的眼里，哈马星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像哈马星这个地方有许多茶，因为其实它早期也是一个就是贸易的一个重点的港口，所以像哈马星或盐城一带有很多茶。那像哈马星比较大家知名、比较知道的就是玉典茶跟那个臭丁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有非常去推广茶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的像玉典茶，他们有许多比较创新的喝法，像奶茶类的，就是有时候来这边参观哈马星的一些古迹啊，或者是走走逛逛，都会到他们的店里面去买一杯来喝这样。我到24岁结婚了，来到哈马星。毋过我上小时候7岁的时阵，就是带阮爸爸来到哈马星，因为阮爸爸是船长，所以来到哈马星的时阵，小时候拢伫庙口，下晡时庙口拢真人，因为大家拢卖药啦，唱歌啦，属于类似早期有像即阵咱讲类似点仔拍拳卖膏药。所以大家庙口若到4点外拢真人，因为迄阵哈马星的渔业足发展。你不管是遮的构造就是迄个琉球人，我是琉球人。平湖人、蚵仔寮人，大家拢来遮为着生存，为着生活来遮拍拼，拢透过渔业嘛。足侪人来到哈马星，为什么哈马星迄块地有法拢即堆人？就是大家拢租一间厝，细家间拢住开家伙啊。较早人搁生济，所以产生讲哈马星即个繁华的所在，
你啊看蛤蟆星是民国50几年，这个渔业60几年，要到70年，拢真难。银行有10几间银行是蛤蟆星。蛤蟆星就是讲高雄市上早有一个渔航的所在，渔航的所在早期就是大家春晚小地区人就掠鲔鱼、甲沙鱼，掠乌鱼，也有人掠乌鱼，即个卡网的、索网的虾啊、金啊，拢伫渔会遐咧卖嘛。所以就是聚集足侪人伫遮，产生有一个商机，嘛有一种大部分鱼啊拢卖去台湾每一个角落去。所以大多集中市场就是伫蛤蟆星嘛，所以产生讲遐侪人来蛤蟆星咧讨食、讨赚的原因是伫遮嘛。头先就是讨仔人来食，讨仔人就产生讲伊一寡船头家、船长，迄个船员，来你即堆船仔规划伫遮，就产生讲有人袂做食的。做船仔的米啦、粮食啦，产生一寡人讲柑仔店，柑仔店内就佫产生一寡贸易公司啊，进口船仔零件啦、修理的啦、电机啦，所以各种行业的部落的人拢进入来到遮，所以产生迄阵蛤蟆星的繁华的原因，就是差不多类似伫即个所在。因为蛤蟆星人大部分拢是为着伊的即方面咧奋斗，所以伊的个性有点仔较急。严重部人就是讲看到蛤蟆星已经迄个已经密度已经够啊，所以因就是渐渐伊盐田补去。盐田补的人遐就是产生一寡商店啦、金仔街啦，一寡周边的一寡较迄个属于较商业化的东西啦。蛤蟆星是针对渔民、渔业这方面咧发展的物件，所以有一点贸易上的有一点不一样。亲眼见证哈马星从繁荣到没落，蔡文雄对哈马星的老建筑有着特殊的情感。蛤蟆星即摆目前留了像武德殿嘛。个尤其头前迄间总督府嘛，总督府已经变私人的财产啦，所以即仔目前到剩武德殿甲红十字会尔，像这两间是较有蛤蟆星较有历史意义价值的所在尔，其他拢差不多改修了伊啊，油漆嘛拢完啦，油漆嘛拢顶改啊。要讲这个老屋火化的案子真仔高雄市政府来，因好佳在因有看到这块，因这你真仔无保留、无保存，连讲拢无伊啊。这高雄市政府一直咧发展这块，讲把这个文化个老屋个记忆留给下一代。你这阵无留落来，连讲机会就拢改修了伊啊，就无采。这来的这种就是讲产生讲会当一寡年轻人会当入来甲蛤蟆星做文创、文艺这块。因为这地是咱高雄市上早发展文化的所在，嘛是上早伊是都市最早的发源地。这地你若搁唔赶紧保护，搁唔赶紧来做，真正会失去了蛤蟆星，伊是高雄市的龙头的地方。这间是蛤蟆星管委会第一间洋房，应该讲是第一间老厝。因为这间的前厝主是蚵仔寮人，伊是4个兄弟做伙起，所以我落手甲买，买了我甲整理的，所以产生它有这种风格，是我来改造的。改造这间，因为我本身搁咧做茶叶的批发，甲普洱茶批发，我搁有泡茶这方面搁有兴趣，大家朋友伫遐搁坐。所以我感觉改成这个味道，高雄市政府拄我一个当要求，阮会当有营业的行为，所以我把阮的公司的1点茶，另外分到2馆，分到
这边来，会产生那个互人大家来泡茶。啊，阮遮是咧互族人聚会讲课的所在，所以阮遮嘛足侪人伫遮咧聚会哦。村长就20几个日本人来遮泡茶，他们是差不多60几岁人拢来遮佚佗，来遮嘛是咧找因一寡日本较早的一寡文化，啊一寡的过去，啊听老一辈人讲，咱蛤蟆省是因上早发展高雄市因上早来建设的所在。啊，蛤蟆省即个早期的所在，拢头日本宿舍。拢是日本人的高官呐，啊一寡军人拢住伫即个所在，因为即个所在伊为着要顾高雄港口，啊为着要发展高雄港口，为着要甲台湾一寡好的物件，上午啦、翕机啦，徛伫日本拢大部分拢为遮出口，啊甲金蕉，啊所以蛤蟆省伊的发展的历史渊源非常的早。那高雄市第一个火车头嘛伫蛤蟆省，啊所以就是拢即段甲日本人的渊源，才产生即阵蛤蟆省的历史出来。旧年嘛有一个阿嬷带因8个孙，日本人，啊因老公是捌做迄个日本国的教育部长，带因8个孙甲因孙媳妇来遮泡茶，啊所以嘛是一直为什么会转来到蛤蟆省，就是要回味他们以前的前辈所留来的历史。能在自己最喜欢的老屋中沏上一壶好茶，蔡文雄总爱在这里遥想当年哈马星那些迷人的人事物。虽然沧海桑田，蔡文雄却将这里的氛围继续保存，仿佛哈马星的一切不曾改变过。我本身是室内设计的，啊，我在工厂里美术馆领，我留一部你用泡茶，啊，拢食我的，啊，落手大家歹势拢摕茶来，啊，食到我台湾茶，我啉着我知讲，你摕什么茶来，我担着我知你海拔偌济，市价偌济，吼，啊，就足侪人来甲我考，其中一个朋友讲，啊，无你食茶遐厉害，咱过来台北开茶行哦，05年的时候讲好啊，啊，因为我看着讲大陆迄个时间无过，无机会啊，我甲因教伊过。介过我嘛是针对台湾茶，啊，佮摕寡咱台湾的果啊，啊，甲咱台湾的石盘，拢是咱台湾一寡较有名的物件过。啊嘛有摕寡普洱过，普洱是拢较早收的老普洱，啊到06年年尾转来，大家讲伊啊是安怎普洱茶行即个细面，销即个细面安尼，我该了解普洱茶的历史、甲缘由，啊甲伊养生、甲伊投资报酬率，啊所以我甲转来了，甲你找一个。国宴茶厂的特约经销商，啊，唔知讲为即茶落来，原因是伫遮。那根据历史的记载，甲演变是历史家因去考证吼，1000年前就是云南西双版纳路即种树啊，5000年前。迄个神农纲内底写草本纲内写，就是5000年前开始人类开始使用即种茶树。啊，孔明带兵1800年前，孔明带兵打拼云南西双版纳，兵啊感冒啦，无爽个，尤其那边的沼气非常的多。啊，哈尼就会祖先讲，即种物件食就好去啊。啊，好了，孔明甲下令人工栽培，所以该行茶马古道这条输路。啊，台湾茶就是为云南西双版纳。来到福建安溪，来到台湾3区，为福建安溪、尾山来到台湾大溪，产生现在目前的台湾茶的系列。对茶文化了若指掌的蔡文雄，带领儿子一步一步深入茶的世界。从小在哈马星长大的蔡启玉，也决心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在这里推广茶道。从小耳濡目染的品茶功力，
加上年轻人创新的文创风格，注定为哈马星注入不一样的茶道新风貌。我是住在哈马星的小孩子，那我在这边已经住了30年了。那我对于哈马星这边的历史文化稍微有点见解，就是说小时候我们要进来哈马星这个地区的话是非常拥挤的，因为我们这边本身是渔业。那当初我们那边有一个在哨船头那边有一个鱼市场，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进入到我们这边去买鱼，或者去旗津观光，或者是来到西子湾的一个西子湾的平台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看到这边其实蛮多渔民的啦，也包括在那个渡船头那边的对面那边，其实也有蛮多渔民在那边卖鱼的。小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那边卖鱼，然后抢鱼这样子。哈马星我觉得不一样的说好山好水，就是我们有寿山，然后前面有海，跟一般在台湾的一些地方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山又有水，然后这边空气其实品质又不错这样子。其实我是小时候在这边长大的，那爸爸本身也在这边开一间茶行，那我也想说，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工作，那相对上外面工作学习到很多的经验。那这个时代的话，我会觉得说，要不然我就是自己做看饮品这个方面，跟现在很多食安的问题也有稍微一些的这个原因存在，所以我才想说回来这里工作做看这样子。对于茶，对于哈马星，蔡启玉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这地方其实还是要看人的想法，跟对于这个社会，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发展的文化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地方其实还不错，这是属于高雄市第一个开发的都市。那这边有很多故事跟文化，只是说这些故事跟文化已经开始一一的被我们就是都已经慢慢的消灭掉，像有一些老屋啊什么的，其实它都已经慢慢的不见。那对我们年轻人，其实重新进来这边投入，其实就是看上说以前这边在地的文化跟一些老屋的形式，然后又搭配上说现在的潮流跟潮流是不一样的，对。其实我的理念是觉得第一个是食安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要让客人不是在喝一般的饮料，而是让他品到好茶，而不是随便外面买一杯饮料，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好喝，可是其实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香精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下去调配的，会跟一般现在原有的茶叶是会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客人，其实他一直对我们很帮助，就是说他其实很挺我们，就是我们的茶不管好与坏，或是因为茶不是每一天品质会是一样的，那他其实如果说今天太甜了，或者是今天不会甜，那这位客人其实都会私底下来告诉我们需要去改进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对这位客人其实蛮感谢的。因为其实有很少客人都喝一喝，其实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只会在网络上说你的茶不好喝。可是我这位客人就是会告诉我这些问题的所在，希望我们店家改进，然后让我们店更上进一步这样子。那这位客人是做我最感动的部分。因为普洱茶的成分跟台湾的营养成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推广说普洱茶的好与坏，跟台湾茶的好与坏的差别在哪里这样子。现在目前接受度其实已经越来越广，一开始是
很多客人其实是不接受普洱茶，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喝起来会有一个味道。那现有我们把推广客人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普洱茶跟一般的普洱茶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慢慢让客人去体会跟感受这个茶的好喝与不好喝这样子。我觉得哈马星现在目前的趋势，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开始又走回以前热闹的样子了。像现在其实人已经慢慢的进来，那再加上这边的观光的产业的一些推广，跟包括市政府极力的推广这些老屋啊，或者是西子湾平台那边，我觉得其实哈马星其实是为有未来的建设跟未来的发展这样子。回到哈马星，决心做一杯好茶，以自己熬煮的糖配上12年的陈年普洱，传统口味的粉饺以及鲜乳，坚持简单，回归朴实，舍弃一般茶饮店低成本的风格。他相信充满未来的哈马星，值得品一口好茶。我们蒙古奶茶其实它是我取的蒙古奶茶是蒙古当地其实是他们长期他们是没有在吃菜的，他们只有吃肉类。那其实相对上他们的一些就会缺乏一些菜的一些维他命之类等等的。那其实他们都会喝普洱茶来去补充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养分。那他们会利用牦牛啊，或者是羊奶啊，或者是骆驼奶，然后加普洱茶，然后去做一个饮用。然后想说把它简称为蒙古奶茶。我们蒙古奶茶，我们的糖是用我们的一般的红糖、砂糖下去做自己熬煮的。那我们的粉饺的部分是我们是用珍珠的另外一种，它是长形的。那我们珍珠是圆形的，它有点像粉条一样，只是它把它剁成一节一节一节的。那我们是请一个阿伯来帮我们做的，他是属于做传统产业的珍珠，所以它跟一般外面我们吃到的珍珠跟粉饺其实也不太一样，是用纯手工，外面是用机器的。那相对上我们是不含防腐剂的，外面其实是有稍微添加了一些防腐剂，所以成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是走比较传统的路线。那像外面是属于比较现代的不一样的做法这样子。那我们的牛奶的部分是采用国中国小的小鲜，跟一般我们看到是大瓶的。那外面也有一些用比较不一样的牛奶，他们是做咖啡专用的那一种牛奶，跟我们现在用的鲜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部分。那我们的普洱茶是用成年普洱茶是12年的普洱茶，跟一般市场上的茶叶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用茶饼，外面是用散茶等等的，所以我们喝起来的口感会跟外面的普洱茶其实也不太一样，这样子。我们黑奶茶其实也蛮有特色的，一般在外面喝黑糖奶茶，或者是说加黑糖的茶类，就是红茶加黑糖。没有人用普洱茶去加黑糖，那我们是用普洱茶加黑糖，再加牛奶，然后呈现我们的黑奶茶，跟外面喝起来口感也不太一样，它喝起来有点像咖啡牛奶的味道。那至于我们的美人红奶茶是会有我们的锡兰红茶，那我们的锡兰红茶其实也跟外面喝的饮品其实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也是用红茶加牛奶去调配这个美人红奶茶。
冰线熊它最早是一个概念，就是他听他爷爷说，就是遥远的星球也有一个叫哈马星的地方，所以他就搭乘了他爷爷制造的那个小火车，然后他的那个火车是可以就是跨越各个星球、银河宇宙，然后来到地球去寻找另外一个哈马星。那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角色的概念是想要有点像是在地球旅行，然后去寻找哈马星，或者是他有点像是寻找心中的乌托邦那种感觉，就是理想的一个世界这样。南台湾最强制作团队锁定台南、高雄53万收视户，强力放送广告行销、影片直播、活动规划，就洽 Home Plus 中家南平台数位内容中心。